我想再跟你请教一下。我想头个请教一下。听说房屋买卖要1个月内完成登记。听讲秘密物件，这个月内免先登记。才不会被罚款。请问要怎么办理呢？就唔会等于罚钱。请问按样子骗嘞？好的，这份是房屋买卖的流程图及应付文件。好，你分享秘密物件的流程图和应付文件。首先，双方要订一份买卖移转契约书，正副本各一份。其他下，双方要订一份秘密移转契约书，正副本各一份。正本需贴权利价值1/1000的印花，正本要搭权利价值1/1000的印花。然后再到就近的税务局分局、税务机关，然后再去抽困的税务局分局、税务机关，去申报房屋契税及土地增值税，去申报房屋契费和土地增值费。完税之后，再到我们这边办理所有权买卖登记。免费了后，整个人爱人俩凭所有权秘密登记。了解。我还要准备哪些资料呢？了解，我也要准备你的资料呢。办理登记时，请带填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。凭登记的时，请随写好的土地登记申请书。贴好印花的买卖移转契约书、缴税证明，搭好印花的秘密移转契约书，缴费尽免。身份证、印章、义务人印鉴证明、土地权状就可以办理了。身份证、认住、义务人认监尽免，土地权状七不容骗啊！身份证、认住、义务人认监尽免，土地权状七不容骗啊！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份资料给你带回去参考。我哋啊，罗拉贤。你份资料得很随正去参考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，欢迎打电话来询问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的名片，那就没了解的蔬菜，欢迎打电话来问。好。罗拉贤，这是我的名片，那就没了解的蔬菜，欢迎打电话来问。好，罗拉贤。